大家好，我係潮樂軒嘅總廚鄭化坤。潮樂軒係2016年成立，係樂天集團旗下一個主打嘅正宗嘅潮汕菜同埋港式嘅點心嘅品牌。而家喺新加坡有2間分店，一間喺 Scott， 一間喺特加。我哋嘅潮汕菜嘅靈魂就係我哋嘅招牌滷水啦。我哋用進口嘅藥材同埋個香料慢火煮，保留住我哋嘅原味同埋個清香，再加上我哋用嘅愛爾蘭肥鴨同埋分蹄，令到個滷水嘅味道更加濃郁。愛爾蘭肥鴨啊，話肉質嫩滑，肥而不流，分蹄肉同埋墨魚口感彈牙，滷水系列最受歡迎啊，招牌菜之一啦，嚟到一定要試啦！另外一道嘅經典潮汕冷盤就係我哋嘅潮式凍蟹，我哋用全部都係活嘅生猛嘅高多肉厚嘅黃膏蟹，我哋用傳統嘅方法係冰鎮後，保持嗰個肉質鮮甜，高多又濃郁，入口即化，無論大人同埋細路仔都好中意食嘅。大家記得 follow 我啊！我將會帶大家了解更多潮汕菜嘅風味。多謝。